上台先，你爱先按两个 plugin， 两个咧，了到 remove 好，这个你去 Google 找到。另外一个 scan utility 就是要用到这个 remove 好，你找我套就有。plugin 按好是了后，多拍开，多要倒位找咧，就是去 Google scanlation， 一大堆通download。过来就是把有字的所在拢建起来，这个做 fuzzy selection。这个免紧因为这里也是或者黑黑嘛，所以就免介意。这两个，就是来用这个 scanlation utility 7咧，把这个所在拢摕掉，摕掉了后，伊会留一份在遮，你要看到是这个所在，普通是我想要看关起来，你看讲到这边的翻译，就切出来看。过来，加入。安尼就好就甲 set 落来，就因此。